公台中以为非国旧体，上书谏曰：臣闻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故三公称曰种宰，王者代。以书敬在于位下，欲作未起，入则参对而议政事，出则监察而懂是非。汉典旧事，丞相所请，民有不听。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，选举诸赏亦由尚书，尚书荐任重于三公。临迟以来，其见久矣。臣中心常独不安，是故临事占据。PG 1278，不敢血见有所新造，又不敢杀异同僚，以谬评典而谤读言日。文罪足万死。竟以地震侧免司空承包，今者灾异，复欲窃让。三公袭孝成皇帝以邀心守心，宜救丞相，使奔利纳说方进。方进自隐，足不蒙上天之福，图乖宋景之诚，故知是非之分，教然有归矣。又尚书爵士多为故典，罪法无力，抵期未先。文惨言丑，有乖彰宪，疑则求其意，害而勿听。上顺国典，下防微服，治方圆于规矩，审轻重于衡实，成国家之典，万世之法也。忠义常在包崇大臣，待下以礼。其九卿有疾，使者临问，加赐前部，皆中所见奏。卿之迁尚书令。延光3年，拜司隶、校尉，纠正中关外戚宾客，尽信旦之不狱中在内。明年初，为江夏太守，复留拜尚书令，会籍族。初，太尉张宇、司徒徐防御与中父宠共奏追封河西皇后复护。羌校尉邓训重以先世无奏请故事，争之连日不能夺，乃从。而辅义及训追加封事，与防父约宠拒前子奉礼于虎贲中郎。将邓至宠不从，至心不平之故，终不得至于邓氏。及至等败，众数多怨之。而中庶尚书献成其恶，遂抵河大司农诸宠。顺帝至为太子废也诸名臣来历，祝奉等守缺故征，时中尉尚书令。与诸尚书复共合奏之。及帝立，司隶校尉于许追奏中等罪过。方士以此讥焉。论曰：臣公居礼官则意欲还死，相幼主则政不见宠，可谓有宰相之气矣。终能成风，亦恕乎民慎用刑而不流狱。然其听狂，亦杀人开父子兄弟的相待死，斯大谬矣。是则不善人多信，而善人常待其祸，进退无所措也。赞曰：臣郭主行，人赖其平。宠今哭自公断以情，中用祥，逆损益有成。施于孙子，且公且亲。PG 1279，后汉书卷47，班良列传第37。班超字仲生，扶风平陵人，徐令标之少子也。为人有大志，不修细节，然内孝谨，居家常执勤苦，不耻劳碌。有口辩而涉猎书传。义永平5年，兄故被诏议校书郎，二超与母随至洛阳。家贫，常为官庸书以供养。久劳苦，常辍夜投笔叹曰：大丈夫无他志略，犹当孝父介子张骞立功异域，以取封侯。安能久视彼言贤乎？三左右皆笑之。超曰：小子安知壮士？至哉！其后行异乡者，曰：祭酒不依诸生耳，祀而当封侯万里之外。超问其状，乡者指曰：生燕汉胡景，非而食。入此万里侯乡也。久之，显宗问故亲弟安在故对，为官写书，受旨以养老母。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，武后作，是免官。注一射如射水，猎如猎兽，言不能周悉，粗窥览之也。东官记曰：超持公羊春秋，多所窥览。著二校书郎，节见班固传。著三父介子，
北地人。昭帝时使西域刺杀楼兰王封邑。杨侯。张骞，汉中人，武帝时凿空开西域，封博望侯。续汉书，作酒弄笔言乎？华教书作酒是笔耕乎？言因验。著四一作所尊，则先祭酒。今称祭酒，相尊敬之词也。PG 1280。著武续汉制曰：兰台令使6人至百担掌书合奏即印。主文书。16年，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，以超尉驾司马将兵别。及伊吾战于蒲类海，多斩首虏而还。一故以为能，前与从事。郭循据使西域。注意伊吾，匈奴中地名，在今伊州纳直县界。前书因译曰：蒲类，匈奴中海名，在敦煌北也。超道鄯善，宜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，后呼更书谢。超谓其官属曰：宁觉广礼亦保乎？此必由北虏使来，狐疑谓之所从故也。明者笃未蒙，况以这邪？乃赵氏胡诈之曰：匈奴使来数日，今安在乎？是胡惶，恐惧服其状。超乃避是胡，悉会其力士36人与共饮。酒酣，因激怒之曰：卿曹与我俱在绝域，2欲立大功，以求富贵。今虏使到才数日，而王广礼尽其废。如令鄯善收吴属宋，匈奴骸骨常为豺狼食矣。谓之奈何？官属皆曰：今在为。王之弟死生从司马。超曰：不入虎穴，不得虎子。当今之计，独有因夜以火攻虏，使彼不知我多少，必大阵不可舔。晋也。灭此虏，则鄯善破胆，攻城势利矣。西曰：当与从。是议之。超怒曰：吉凶决于今日。从事闻俗例，闻此必恐，而谋谢，死无所名，非壮士也。西曰：善。初夜，遂将力士往奔鲁营。会天大风，超令10人持鼓藏虏舍后，曰：见火燃，皆当鸣鼓大呼。余人悉持兵弩家门而伏。超乃顺，风纵火，前后鼓噪，鲁西惊乱。超手格杀3人，立兵斩其使级。从事30余级，于西白许人悉烧死。三明日乃还告郭循，循大。PG 1281。今继而色动。超知其意，举手曰：愿虽不行，班超何心独？善之乎？循乃悦。超于是召鄯王广，以虏使守视之一国。任部。超小告抚慰，遂纳子为职。还奏于窦固，固大喜，具上。超功效，并求更玄使西域。力壮超节，赵固曰：例如班超，何故不遣而更选乎？今以超为军司马，令遂前功。超复受使，故欲议其兵。超曰：愿将本所从30余人足矣。如有不虞，多亦未累。祝一善本西域楼兰国也。昭帝元凤4年改为善。去阳。贯1600里，去长安6100里也。驻2曹背也。驻3东关记约斩得匈奴节使乌赖代，复使比离之首级节也。是时于田王广德兴攻破刹车，遂雄张南道，一而匈奴遣使监护齐国。超既西，先至于田。广德礼义甚殊，且其俗姓乌。乌言神怒，何故欲向汉？汉时有瓜马，即求取以辞我。广德乃遣使救超擒马。超密知其状，报许之，而令乌自来取马。有卿乌至，超即斩其首以送广德，因此让之。广德素闻超在，鄯诛灭虏使，大惶恐，即攻杀匈奴使者而降超。超重赐其王，以下因镇抚焉。注意于田国去长安9670里，南与绰羌，西与姑墨。皆刹车国去长安9950里。
西城南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，东西6000余里。东至玉门，阳关有2道，从鄯善傍南山北。波河西行，至刹车为南道。雄张由炽盛也，张因丁亮反。波傍也，波因毕 PG 1282。注2续汉籍华教书瓜字并作归。说文：马浅黑，色也，因经昧反。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，以示鲁威具有北道，攻破疏勒，杀其王，一而立龟兹人都提为疏勒王。明年春，超从咸道至疏勒，去都提所居盘陀城90里，逆遣立田律先往降之。是律曰：都提本非疏勒种，国人必不用命，若不及降，便可执之。律既到都提，见律轻弱，殊无降意。律因其无备，遂前劫伏都提，左右出其不意，皆惊惧奔走。律持报超，超即复之，西召疏勒将吏，说以龟兹无道之状，因立其故王兄子中魏王，两国人大悦。中及官属皆请杀都提，超不听，欲是以威信，视而遣之。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。注意龟兹国居盐城，去长安7480里，南与荆绝，东与且末，北与乌孙，西与姑墨街。前书因译龟兹因丘辞，今龟因丘误反，兹因举为反，盖即言耳。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坡，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。疏勒国居疏勒城，去长安9350里也。注2续汉书曰：求得故王兄子于勒立之，更名曰忠也。18年，地崩，燕齐以中国大丧，1岁攻梅都护陈墓。超孤立无援，而龟兹姑墨数发兵攻疏勒。2超守盘陀城，与中魏首尾，势力单少，据守岁余。肃宗初即位，以陈木兴梅恐超单为不能自立，下诏征超。超发还，疏勒举国忧恐。其都尉李衍曰：汉使弃我，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。诚不忍见汉使去，因以刀自尽。超还至于田，王侯以下皆豪气曰：依汉使如父母，诚不可去。互报超马弓，不得行。超恐于田中不听其。PG 1283。东又欲遂本质，乃更还疏勒。疏勒2城自超去后，复降龟兹，而与魏头联兵。3超不斩反者，即破魏头，杀600余人。疏勒复安。注意燕齐国居元渠城，去长安7300里，北与乌孙接。注2姑墨国王居南城，去长安8150里。注3魏头国居魏头谷，去长8650里，南与疏勒接。依服类乌孙也。建初3年，超律疏勒、康居、于田居迷兵1万人攻姑墨，10城破之，亦斩首700级。超欲因此剖平诸国，二乃上书请兵曰：臣妾见先帝欲开西域，故北极匈奴，西使外国。善于田及时相化。今居弥、刹车、疏勒、越氏、乌孙、康居，复愿归附，欲共并力破灭龟兹，平通汉道。若得龟兹，则西域未服者1%耳。臣服自为念，足无小利，实愿从古籍效命。绝狱庶几张骞弃身旷也。3袭魏将列国大夫，尚能和及诸戎。4况臣奉大汉之威，而无千刀一割之用乎？5前世议者皆约取。36国号未断匈奴右臂。6今西域诸国，自日之所入没。无相化7大小星星，供奉不绝，为燕齐、龟兹独未服从。臣前与官属36人奉使绝狱，被遭奸恶。自孤守疏勒于今武，在狐疑秦术，臣颇视之。
问其成郭小大，皆言以汉语一天等。以是效之，则威领可通。9. 威领通，则龟兹可伐。今一败龟兹世子白霸为其国王，以不。其数百宋之，与诸国联兵，岁月之贤，龟兹可擒。以夷狄攻夷，狄计之善者也。9. 乘剑杀车，疏了田地肥广，草木扰眼部。比敦煌，善贤也，识兵可不废中国而撤食自足。且孤莫温肃二王，特为龟兹所制，11既非其种，更相厌苦，其意必有降。pg 1284。反若二国来将，则龟兹自破。愿下陈章，参考形势。诚有万分，死复何恨？陈超区特蒙神灵，切忌未变江仆，目见息。欲平定，陛下举万年之商，12建勋祖庙，不大喜于天下。13. 书奏帝知其功可成，意欲给兵。平陵人徐干素与超同治，上书月份申左超。5年，遂以干未驾司马江池行及一从千人救。超注意康居国去长安12300里，部署都护。注2颇游遂也。注3古籍，长安人，永之父也。元帝时魏粲司马，使宋治之耽于世子，魏治之所杀。张骞，武帝时魏郎，使乐氏，魏兄。母所避，留之10余岁，乃王走大宛，穷极设禽兽给食。注4魏将，晋大夫。晋悼公时，山戎使孟乐如晋，因魏将骂虎豹之皮，请和朱荣。公曰：使魏将蒙朱荣。事件左传，即必何也？注五甲仪曰：莫邪未顿息，千刀未先。楚辞曰：捐。汉阿宝千刀兮。注6前书曰：汉前公主为乌孙夫人，结魏昆弟，则是断兄。无右臂也。而帝时刘兴上议曰：武帝时立吴蜀国，起朔方伐朝鲜，起玄兔、乐浪，以断匈奴之左臂。西伐大宛，结乌孙，列匈奴之右臂。南面以西西为右也。注7西域传曰：自调之国乘水西行，可100余日，近日所入也。注8孝游燕也。西河旧事曰：威岭山，其上多威，因矣。魏名。注9前书晁错曰：以蛮夷攻蛮夷，中国之利。注10敦煌今凉州县。pg 1285。注11温宿国王居温宿城，去长安8350里也。注12诗曰：击比公堂，称比四公，万寿无疆。前书儿。宽传曰：陈宽在拜上千万岁寿。注13见晋也。勋公也。左氏传曰：反行引至，舍绝。策勋焉。先是刹车以为汉兵不出，遂降于龟兹，而疏勒都未藩陈一。义父反叛，会徐干事至，超遂与干及藩陈，大破之，斩首1000余。即多获牲口。超既破藩陈，欲进攻龟兹，以乌孙兵强，疑因。其力乃上言乌孙大国，控弦10万，故武帝期以公主2。至孝宣皇帝，足得其用。3今可遣使昭魏，与共合力。帝纳之。8年，拜超魏将兵长史，驾鼓吹壮徽。4以徐干为军司马。也遣忏后李毅护送乌孙使者，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。5注一番阴潘，下同也。注2乌孙国居赤谷城，去长安8900里。武帝元封中，以江都王建女系君为公主，以妻乌孙，赠送甚盛，乌孙以为右夫人。注3西域传曰：宣帝即位，乌孙遣使上书，言匈奴连发大兵侵及乌孙，欲隔绝汉。乌孙愿发国办精兵5万骑，尽力击匈奴，为天子出兵以救公主。
汉大发15万骑，五将军分道并出。乌孙以5万骑从西方入至右谷里王庭，获4万余骑，马牛羊70余万。驻四将兵长史解建和地记。平帝元始2年，使业者大司马愿持节行边兵，遣直金吾后陈茂甲以征古。古今乐录曰：横吹胡乐也。张骞入西城，传其法于长安，为的摩诃都勒。DG 1286。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生28节，成语以为武乐后汉矣。北边疆万人将军的之，在俗用者有黄谷、陇头、出关、入关。出塞、入塞则杨柳、黄坛子、赤之阳，望行人拾取。刘熙，是名曰壮，同也，其貌同痛然。蔡邕乐令张句曰：与鸟翼也，以为精壮徽也。横吹、徽壮皆大将所有，超非大将，故言价。注武前书曰：乌孙国王先号昆莫，名列焦米，后书昆弥云。后代取昆字，米弥声相近，应有轻重耳。昆莫既死，子孙。征国汉令立元贵米为大昆弥，乌就图为小昆弥，似应受故。有大小昆弥之号焉。李义使到于田，而执归资公书了，恐惧不敢前，因上书臣。西域之功不可成，又胜毁超永爱妻，报爱子，安乐外国，无内。故兴。超闻之，叹曰：身非曾生而有3志之禅，恐见疑于当。时矣，一岁去其妻。帝之超中，乃窃则议曰：纵超永爱妻。报爱子，思归之士1000余人，何能尽与超同心乎？另议超受节度。赵超若一任在外者，便留与从事。超即遣一将乌孙世子海京师。徐干谓超曰：义前亲毁军，欲拜西域，今何不援诏书留之，更遣他立宋世子乎？超曰：是何言之陋也？一意毁超，故今遣之。内省不救，何须人言？二快意留之，非忠臣也。注一3志，解建寇戎传。注2救病也。去忧也。论语孔子曰：内省不救夫，何忧何惧？左氏传曰：诗云礼义不谦，何须乎人之言？诗谓义师也。DG 1287。明年，复遣驾司马和公等4人将兵800，超因发疏勒。于田兵及刹车，刹车因通使疏勒王中，但以重力，一中遂反从之。西保乌即城，超乃更立其辅成成大为疏勒王，西发其不反，则以宫中。既半岁，而康居遣精兵救之，超不能下。是时月氏。兴与康居婚，相亲。超乃使多基景伯夷越氏王，令小事康居王。康居王乃罢兵，执中以归齐国。乌即城遂降于超。祝一位多以珍宝诱引之，但因图滥反。前书曰：高祖令禄，贾往说秦姜，但以利，但与但同。后3年，中说康居王借兵，还据损众，一密与归资谋遣。使诈降于超，超内知其奸而外未许之，中大喜，即从亲计议超。超密勒兵待之，为公张射勒。9行，乃敕立伏中斩之。因急破其西，杀700余人，南道。于是遂通。注意损中，未降。东关既作顿中，许汉及华教书并作。损中本或作直，未知孰是也。祝2公因居用反，张因逐量反。明年，超发于田诸国兵25000人，复及刹车，而归资亡。前左将军发温宿、姑墨、魏头和5万人救之。超召将校及于田。王毅曰：今兵少不敌，其计莫若各散去。于田从事而东长，使役于此西归，可须夜鼓声而发。因还所得牲口，归资王闻，
之大喜，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，温宿王将8000骑于东界剿于田。超之2卢已出，密诏诸部勒兵击明池覆杀车营，胡大惊乱奔，走追斩5000余级，大获其马畜财物。刹车遂降，龟兹等因各 PG 1288，退散，自是威震西域。初，岳氏常驻汉籍车师有功，是遂供奉珍宝、福拔、狮子，亦因求汉公主。超惧还其使，由是怨恨。永元2年，岳氏遣其父王谢将兵7万攻超，超稀少，皆大恐。超辟军士曰：岳氏兵虽多，然数千里于威岭来，非有运输，何足忧邪？但当收谷坚守，彼击穷自降，不过数十日决矣。谢遂前，攻超不下，又超略无所得。超度其粮将尽，必从龟兹求救，乃遣兵数百于东界要之。谢国遣其击金银珠玉以戮龟兹，超服，兵遮急，尽杀之，持其10首以示谢。谢大惊，即遣使请罪，愿而生归。超纵遣之，岳氏由是大振，遂奉贡献。注遗序汉书曰：福拔，行4灵而无角。明年，龟兹、姑墨、温宿皆降，乃以超为都护，徐干为长。是拜白霸为龟兹王，遣司马姚光送之。超与光共挟龟兹废齐，王由利多而立白霸，使光将由利多还役京师。超居龟兹他干城，徐干屯疏勒。西域为燕齐、为须、玉里以前梅都护、怀2星，其余西定。6年秋，超遂发龟兹、鄯等8国兵合7万人，及立士甲，各1400人讨燕齐。兵到玉离界，而前小说燕齐、玉离为须曰都护来者，欲政府3国，即欲改过向善，以遣大人来迎，当赏赐王侯以下。一事必及还。今赐王采500匹。燕齐王广遣其左江北监之奉牛9迎超。2超诘监之曰：汝虽匈奴世子，而今秉国之权，都护自来，王不以实迎接，汝罪也。或谓超可便杀之。超曰：非汝所及，此人权重于 PG 1289。王今未入其国而杀之，遂令自疑，设备守险，岂得到其城下？哉！于是赐而遣之。王乃与大人迎超于玉里，奉献珍物。祝仪大人为其求豪。祝2监因酒言反。燕齐国有伪侨之险，广乃绝侨，不欲令汉军入国。超更从。他到力度。17月会到燕齐，去程20里，星号正，星号营大泽中。广出不意，大恐，乃欲西驱其人共入山堡。燕齐左后援孟先长，执京师，密前时以示告超，超即斩之，是不信用。乃其大会诸国王，因扬声当众加赏赐，于是燕齐王广魏、黎王范及北监之等30人相率议超。齐国相父9等17人拒诛，皆亡入海。2为虚王亦不至。坐定，超怒结广曰：为虚王，何故不到？父9等所援逃亡，遂敕令士收广、范等于陈木故。诚斩之，传守京师。因纵兵超掠，斩首5000余级，获牲口15000人，马畜牛羊30余万头，更立元孟为燕齐王。超留燕齐半，遂未辅之。于是西域50余国悉皆纳职内属燕。注意犹待以上未立，由西以下未接，见尔雅也。注217自本或未70。明年，下诏曰：王者匈奴独善西域，寇到河西，永平之。末，城门骤闭。先帝深闽边蒙因罗寇害，乃命将帅及右地破白山、临蒲类，一取车师，成郭诸国震折回应，遂开西域至都护。
而燕齐王顺，顺子中独谋悖逆，持其险隘，覆没都护，并极力士。先帝重元之命，但兵役之心，故使军司马班超安及于田以西。超遂于威岭弃县度二出入22年，莫步兵 PG 1290，从百利其王而虽其人，不动中国不凡荣事，得远夷之和，同异俗之心，而致天诛捐素齿，以报将士之仇。三司马法曰：赏不逾越，欲人素因为善之利也。其封超未定远侯1000户。4. 注意西河旧事曰：白山之中有好木，匈奴谓之天山，去湖内海百里。郭义公广志曰：西域有白山，通遂有雪邑，名雪山。后白山见名记也。注二气至也。县度山名，县阴悬，未以绳索线坠而过也。其处在皮山国以西，即宾国之东也。注三至游至也。捐楚也。注四东关记曰：其以汉中郡南郑之西相互迁封超未定远侯，故城在今扬州西乡县南。超自以久在绝域，年老司土。12年，上书曰：陈文泰公封其武士藏州胡死守丘，代马一封。一夫周其同在中土，千里之贤，况于原处绝域，小臣能无一封守丘之私哉？蛮夷之俗，未壮无老。二陈超犬马齿间，常恐年衰，掩乎江仆孤魂。弃捐。袭苏武留匈奴中上19年，今陈姓的凤节带金银户西域。3. 如自以寿中屯部，臣无所恨，然恐后世或名臣为美西域。臣不敢望到酒泉郡，但愿升入玉门关。四臣老病衰困，冒死骨。言仅遣子勇随献物入塞。五级臣生在，令勇木见中土。而超妹同郡曹寿期昭义上书请超曰：注意礼记曰：太公封于营丘，比及武士皆反葬于州。君子曰：乐乐其所自生，礼不忘其本。古之人有言曰：虎死 PG 1291，郑丘守人也。郑玄注曰：郑丘守，星号郑守，星号丘也。代郡名在赵北。韩诗外传曰：代马一北风，飞鸟扬故巢也。注二案前书曰：匈奴其俗壮者食肥美，老者食其鱼贵，壮见老弱也。注三金银未应也。金应子寿，银应亲寿也。注四玉门关属敦煌郡，今沙州也。去长安3600里。关在敦煌县西北。酒泉今宿州也。去长安2850里也。注五东关记曰：时安袭前使县大爵师子超前子勇随入塞也。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，幸得以为公特蒙重赏，爵列通侯，位2000石。天恩殊爵，诚非小臣所当被蒙。超之始出，至捐屈命，既立为公，以自臣效。会陈牧之变，道路隔绝超，以一身转策绝域，小辟诸国，因其兵稀，没有攻战，则未先登。身被荆夷，亦不必死亡。赖蒙陛下神灵，且得严命杀没至今。积30年，骨肉生离，不复相视。所与相随时人世息，皆已误。故超年最长，今且70。衰老被病，头发无黑，两手不仁，二耳目不聪明，扶杖乃能行。虽欲竭尽其力，以报塞天恩，破于岁暮，犬马齿所。蛮夷之性悖逆无老，而超旦暮入地久。不见代，恐开奸诡之源，生逆乱之心。而卿大夫咸怀一切，莫肯远虑。如有足报，超之气力不能从心，便未上损国家累世之
公，下弃忠臣竭力之用，诚可痛也。故超万里归程，自陈苦疾。严谨于望，3年于今，未蒙省路。3. 注意夷，伤也。注二不仁，犹不遂也。pg 1292。注三于尧也。高祖于魏秦部曰：何苦而返？切切闻古者15受兵，60还之，一亦有休息不任职也。原陛下以治孝理天下，得万国之欢心，不以小国之臣，况超的。被侯伯之位，故感处死为超求哀，盖超余年。21的生还复见缺庭，使国永无老远之虑，西域无仓卒之忧，超得长蒙文王。葬古之恩，子方哀老之惠。三诗云：民亦老止，气可小康。惠此中国，以虽四方。四超有书与妾生绝，恐不复相见。妾成商超以壮年节忠孝于沙漠，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，诚可哀怜。如不蒙救护，超后有一旦之变，即姓超家的蒙赵母忏积先请之代，武妾于杠不知大义，触犯忌讳。书奏，帝感其言，乃征超还。注益州李兴浩，清兴浩兴浩乡兴浩大夫职曰国中7尺以及60。也自6尺以及60有5皆征之，征为赋税从征役也。韩诗外传约20行役，60免役，与州李国中同，及之。兴浩1，兴浩20，兴浩与州李7尺同。兴浩州兴浩李国中60免役，也及60。有5，晚于国中5年。国中7尺从役，也6尺，即是也又早于国中5年。7尺为20， 6尺即15也。子言15受兵，未据野外位。言60还之，据国中未说也。注二盖起。注三藏古，解见名记。田子方，魏文侯之师也。见君之老，马之曰：少尽其力，老而之，非人也。于是收而养之，是见史记也。注四师大雅也。弃其也。康虽皆安也。言先施恩惠于中国，然后乃安四方。pg 1293。注五赵母为赵奢之妻，赵括之母也。据扩拜先请的部作，是见史记。谶姬者，其桓公之姬。桓公与管仲谋伐谶，桓公入姬请谶之罪，是见列女传也。超在西域31岁，14年8月至洛阳，拜魏舍生校尉。超素有胸胁疾，既治病遂家。帝遣中黄门问疾，赐医药。其年9月卒，年71。朝廷敏袭焉，使者吊祭，赠奉甚厚。子雄嗣。初，超被征，以戊己校尉任上尉都护。与超交代，上谓超曰：君侯在外国30余年，而小人伪成君后，任重虑浅疑，犹以悔之。超曰：年老失志，任君庶当大位，岂班超所能？及哉，必不得已，愿尽于言。在外立事，本非孝子顺孙，皆矣。罪过袭捕边屯，而蛮夷怀鸟兽之心，难养易败。今君信言疾，水清无大鱼，查证不得下河。亦宜当一简易，宽小过，总大纲而已。超去后，上司谓所卿曰：我以班君当有其策经所。言平平耳。上至数年，而西域反乱，以罪被征，如超所戒。注一家与孔子曰：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有3子，长子雄，累千屯骑校尉，会叛羌寇3府赵雄江。武营兵屯长安，就拜京兆尹。雄族，子始嗣，上清河孝王女婴。成公主，主顺帝之姑，贵交淫乱，与鄙人居为中，而赵使入。使服末下。
始激怒，永建5年，遂拔刃杀主。帝大怒，腰斩使，同产皆弃服。超少子永，永字夷辽，少有父封。永初元年，西域反叛，以永为军司。马与兄雄俱出敦煌，营都护及西域甲族而还。因罢都护后 PG 1294，西域绝无汉历10余年。元初6年，敦煌太守曹宗遣长使所班将1000余人屯一无车，师前王及鄯善王皆来降班。后数月，北单于与车师后部遂共攻。每班晋即走前王，略游北道。鄯善王急，求救于曹宗，宗因此请出兵5000人及匈奴，报所班之耻，应复取西域。更太后赵永义朝堂会议，先是公卿多以为一闭玉门关，遂弃西域。永上议曰：袭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，兼总百蛮，以逼障塞。于是开通西域，离其党羽，论者以为夺匈奴府藏，断其右臂，遭王莽篡道，征求无厌，狐疑愤毒，遂以背叛。光武中兴，为皇外事，故匈奴富强，驱律诸国。及至永平，在攻敦煌、河西诸郡，城门肉壁。孝明皇帝身为妙策，亦乃命虎臣出征西域，故匈奴远遁，边境得安。及至永元，末部，内属会贤者羌乱，西域复绝，北虏遂谴责诸国，备其不租，高其价值，言以其惠。鄯善、车师皆怀愤怨，思乐士汉其路无从。前所以时有叛者，皆由牧养师夷，还为其害故也。今陶宗徒耻于前父，欲暴雪匈奴，而不寻出兵故事，未度当时之宜也。夫要攻荒外，万无一成，若兵连或竭，悔无及矣。况今府藏未充，事无后继，是示弱于远夷，暴短于海内，臣愚以为不可许也。就敦煌郡有营兵300人，今宜复之，复至护西域复效。为居于敦煌，如永元故事。又以遣西域长史将500人屯楼兰。西当燕齐，归资晋路，南强鄯善，于田兴胆，北汉匈奴，东晋敦煌。如此成变，注一古者谋士必救祖，故言妙策也。著两毛诗曰：晋绝虎臣，看如枭虎。尚书问永曰：今立复校尉，何以未变？又至长史屯楼兰。PG 1295，利害云何？永对曰：袭永平之末，始通西域，出遣中郎将居敦煌，后至复校。辛号为辛号于车师，既为胡虏节度，又尽汉人不得有所侵扰。故外夷归心，匈奴未危。今鄯善王犹还一汉人外孙，若匈奴得志，则犹还必死。此等虽同鸟兽，亦之必害。若出屯楼兰，足以招附其心，予以为变。长乐忏谓韩显廷为其母参，司隶校尉崔巨南曰：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，以其无益于中国而废南攻也。今车师已属匈奴，鄯善不可保信，一旦反复，班将能保北虏不畏，边害乎？二永对曰：今中国至州牧者，以晋郡县奸猾盗贼也。若州牧能保盗贼不起者，臣亦愿以要斩保匈奴之不畏边害也。今通西域，则鲁亦必弱，鲁亦兴号必，兴号弱，则未患为矣。属羽归，其府藏，续其断必哉。今至校尉以汉抚西域，设长史以招怀诸国，若弃而不立，则西域忘绝。忘绝之后，驱救北虏，援边之郡将受困害，恐河西城门必复有纣弊之景矣。今不扩开朝廷之德，而居屯戍之费，若北虏遂赤，岂安边久长之策哉？太尉属毛枕南曰：今若至校尉，则西域落一遣使求索
无厌与之，则废南宫；不与，则失其心。一旦为匈奴所迫，当复求救，则未易大矣。永对曰：今设以西欲归匈奴，而使其奔得大汉，不为超道，则可以。如其不然，则因西域租入之饶，兵马之息，以扰动原边，是为复仇之财，增报夷之意也。至校尉者，宣威不得以系诸国内向之心，以夷匈奴觊觎之情，而无才废号国之虑也。且西域之人无他求索，其来入者不过秉时而已。今若拒绝邑，威北属、夷鲁并立以寇并梁，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。至之成变，于是从永义赴敦煌郡营兵300人，至西域赴校尉居敦煌。PG 1296，虽复击迷西域，然亦未能出屯。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超，河西大被其害。注意由还、王明。注二以永卫军司马，故以将言之。将因子亮反。延光2年夏，复以永卫西域长史，将兵500人出屯柳中。翌明年正月，永至楼兰，以善归附，特加3授，而归资王白。因犹自一位下，永开以恩信，白因乃虑孤没，温宿自服一勇将。永因发骑兵不齐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，即走匈奴伊里王于伊河。故收得前部5000余人，于是前部使复开通。还屯田柳中。注意柳中，今西州县。4年秋，永发敦煌、张掖、酒泉6000骑及善输了车。师前部兵及后部王军救，大破之。一手虏8000余人，马畜5万余头。武德军救及匈奴持节使者，将至所班枚处斩之，以报其使传守京师。永建元年，更立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。永佑使别校诛斩东且弥王，亦更立其种人为王。2于是车师6国西平。注意军救名也。注2且因子于反。其东永发诸国兵及匈奴呼衍王，呼衍王亡走，其西2万余人皆降。武德单于从兄，永使加特奴手斩之，以截车师匈奴之系。北单于自将万余骑入后部，至今且谷，永使甲司马曹俊。PG 1297，时救之。单于引去，郡追斩其贵人古都侯。于是呼衍王遂喜居。呼无和尚，是后车师无父鲁基、城郭皆安。为燕齐王元梦未将。2年，永上请公元梦，于是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4郡兵3000人配勇。亦因发诸国兵4万余人，分其为2道击之。永从南道，朗从北道，约其拒至燕齐。而朗先有罪，欲剿公自赎，遂先其至决离关，遣司马将兵前战，首虏2000余人。元梦拒诛，逆前使起将，张朗进入燕齐受降而还。元梦进，不可面服，为前子义缺贡献，朗遂得免诛。永以后其征下狱，免后卒于家。注意河西4郡：京城、敦煌、张掖、酒泉。梁景字伯威，亦北地一居人也。2父奉历州宰。永元元年，撤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，除奉卫军司马，令先击金帛使北。单于、宣国威得其归附者万余人。后作师献议，昆书武威。武威太守程止杀之。窦氏既灭，何帝知其为县所诬，征景除。魏郎中。注意景殷勤。注2一居，县名。郡国志约有铁官。仅有勇气，常慷慨好公民。初为车骑将军邓弘司马在迁。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。景行至河西，会西域诸国反叛，攻都护任上于疏勒。
上上书求救，赵景将河西4郡羌胡5000骑持赴之，景未至而上以得解。会征上海，以其都尉段喜为都护西。豫长史赵博为其都尉，喜博守他干城。他干城小，仅以为部。PG 1298。可故乃决说归资王白霸欲入贡保其城，白霸许之。吏人故见白霸不听，景既入，遣将及引喜博合军8、9千人归。资吏人并叛齐王，而与温宿、孤莫数万兵反，共围城。景等出战，大破之，连兵数月，胡西败走，乘胜追击，凡斩首万余级，获牲口数千人，骆驼畜产数万头，归资乃定。而道路上隔习，书不通，遂于朝廷忧之。公卿议者以为西域卒远，数有背叛，立是屯田，其废无矣。永初元年，遂罢都护，遣其都尉王弘发关中兵营景喜。国及伊吾卢、柳中屯田立事。2年春，还至敦煌，会西羌反叛，朝廷大发兵西击之，逆。赵景留为诸军援，景至张掖日乐，一羌诸种万余人攻营后，杀掠吏人。景进兵急，大破之，乘胜追至昭武，二鲁遂散走，其能脱者12、3。及至孤臧，羌大豪300余人一景将，并未辟遣。还故地河西4郡复安。驻伊日乐县民属张掖郡，故城在今甘州山丹县东南。驻2县民属张掖郡，故城在今甘州张掖县西北也。景受诏当屯京城，闻羌转寇3府，破进园林，即引兵复击之，转战武功美阳关。一景临阵被创，不顾，连破走之，竟还得所掠牲口或马，蓄财物甚稀，羌遂奔散。朝廷加之，数喜书劳免，为以西方事。另为诸军节度。注意美阳县民，故城在武功县北7里，于其所至关。PG 1299。3年冬，南丹羽与乌桓大人俱反，以大司农河西行车骑将军事中郎将庞雄为副，将与领武校营士及发原边10郡兵2万余人，已有辽东太守耿奎律将鲜卑种西共击之，赵景行渡辽将军事。庞雄与耿奎共击匈奴傲坚日逐王，破之。丹羽乃自将为中郎将耿种于美济，连战数月，攻之转急。种移袭求救。明年正月，仅将8000余人持往复之，至蜀国故城。与匈奴左将军乌桓大人战，破斩其渠帅，杀3000余人，虏其妻子，获财物甚稀。丹羽父自将7、8千骑营攻为景，景被甲奔急，所向皆破，虏遂引海虎泽。3月，河西军到五原曼博，2报急不能进，遣庞雄与景及耿种部骑16000人攻虎泽，连营稍前，丹于黄部。前左傲坚日逐王一景起将，景乃大臣兵受之。于脱帽吐显，面伏击嗓，纳职。会西卒于师，击败景度辽将军。庞雄还为大鸿胪。雄8郡人，有勇略，称为名将。驻义原边10郡为5原、云中、定襄、雁门、朔方、代郡。上谷、渔阳、辽西、右北平。驻2曼博县民属5原郡。明年安定、北地、上郡皆被羌寇，古贵人流不能自立。赵景发边兵营3郡太守，使将吏人喜服封戒。景即遣南丹于兄子忧孤屠奴将兵营之，既还仅以屠奴皆其家属有劳，折寿矣。羌侯应寿作专擅，征下狱抵罪。明年，校书郎马荣上书送景与护羌校尉庞参有诏原行，与在庞参传。会叛羌寇3府，关中盗贼起，
拜景业者将兵击之，至胡县，并卒。河西字孟孙，陈国人，少有大志。永元中为业者，身长 PG 1300，8尺5寸，善为威容，暂拜殿中，因动左右。何帝委之着位，御史中丞，历司隶校尉、大司农。即在君临末，遗言薄葬。三子林景，父林景并有正能，父俊才早媒。林子恒为尚书，以正直称，作宋理应等下狱，免官废于家。论曰：时政平则文的用，而武略之士无所奋其力能固汉。是有发愤张胆，争高深于夷狄以要功名多矣。既称耿秉起匈奴之权，班超梁景奋西域之略，足能成功立名，享受爵位。建公祖庙，乐勋于后，亦一时之志士也。赞曰：定远慷慨，专攻西峡。罕不威，雪咫尺龙沙。一、景义亢奋，勇乃附和。二、注意威岭，雪山白龙堆沙漠也。8寸曰止，罕不言不已。未间咫尺言不以为圆也。注二左传曰：其父西兴，其子福克附和。言勇能继超之功业 PG 1301。后汉书卷48。杨李翟应霍元徐列传第38。杨忠字子山，蜀郡成都人也。年13，魏郡小吏，太守齐。其才潜易经师授业，习春秋。一显宗时，征议兰台，拜校书郎。注意元山松书曰：时蜀郡有雷震绝曹，中上白济，以为段誉凡科所制，太守乃令中复雷电之意而其之也。建初元年，大汉古贵中以为广陵、楚、淮阳、济南之域。习者万数，又远屯绝域，立名苑旷，乃上书曰：臣闻善善。及子孙恶指其身，百王常典不义之道也。一勤政酷烈，为武天心，一人有罪，言及3族。二高祖平乱，约法3章。害宗之人，除去收奴。3万姓阔然，蒙被更生，则及昆虫弓锤。万事，陛下圣祖得备4表。今以彼年9汉，求医未习4公。自菲薄广访师的3代之龙，无以加焉。臣妾按春秋水旱之变，皆应报疾，会不下流。自永平以来，仍连大狱，有司穷考，转乡牵引，略考冤滥，家属洗边。加以北征匈奴，西开36国，平年服役，转输繁费。又远屯伊吾、楼兰、车师、戊己。云怀土司，愿结边域。传曰：安土众居，谓之悉数。五习因民尽千洛邑，且犹愿望。六何况去中土之肥饶，既不毛之荒瘠乎？七且南方属师瘴毒 PG 1302。户生愁困之民，足以感动天地，一变阴阳矣。陛下留念省察，以记渊源。书奏肃宗下齐章。司空第5轮一同中议。太尉牟荣、司徒鲍玉、校书郎班固等南伦，以施行祭酒，孝子无改。父知道先帝所见，不宜回忆。中复上书曰：秦筑长城，攻一繁兴，胡亥不革，卒亡四海。故校园弃诸崖之郡，光武绝息。欲之国不以借邻益我衣裳。8. 鲁文公毁泉台，春秋讥之曰：先祖为之而及毁之，不如物。据而已，以其无妨害于民也。九乡公作3军，昭公舍之君。子大其复古，以为不舍，则有害于民也。时今伊吾之意，楼兰之屯，久而未还，非天意也。帝从之，听还袭者，西罢边屯。注意春秋，昭公20年，曹公孙惠自蒙出奔宋。公羊传曰：叛也。何谓不言叛？
魏公子喜时之后会也。春秋未贤者会也，何贤乎公子喜时？乱国也。君子善也长，恶也短，恶指其身，善及子孙。贤者子孙，故君子谓之惠。注二前书音译曰：父族、母族、妻族也。注三太宗，文帝也。史记曰：文帝的至圣也，岂不仁哉？除去收奴相作之律也。注四求自或作牛，亦病也。注五元帝诏曰：安土重迁，离人之信也。注六尚书盘庚序曰：盘庚5000，将至过，因人资虚院。或今河南偃师，故曰近迁洛邑。注七毛，曹也。尔雅曰：孤竹，北户，西王母，日下卫之四荒。又曰：东至于太原，西至于宾国，南至于蒲谦，北至于伫立，谓之四极。言不毛，荒极，直论远耳，非必此。PG 1303 D 也。注八元帝初元3年，朱崖郡反，代赵甲捐之，以为遗弃朱崖。旧人饥饿，乃罢朱崖郡。光武